1990年12月31，中华民国建国80年赦免实施前，全国检察官和法官大赶工，总算确定每一间监狱过长间放出来人数，拢总有4705个受刑人。受刑人参加减刑典礼，办好手续，离开监狱的大门。1996年12月31，立法院总算三读通过这2年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。因为当年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平安如洪海示，显示性侵害防治的重要性。草案通过了后，各县市开始设防治中心，嘛推出24点钟的专线，那保护被害者，嘛防止性犯罪发生。2004年12月31，台北101大楼举办开幕典礼，超过509公尺高的台北101，伫咧当时是世界第一大楼。这项纪录直到2010年才叫杜拜哈利法塔订过。